后来继续来看彰化县丰原警察分局一个巡佐牵涉到六合彩博缴的弊案，互分林的检调躯体到案。想袂到案情是愈搞愈大条，丰原分局某一个警员涉嫌重大侵入嘛去互躯体。进前河美分局才有2个警员违法投资利用伊去互收押，即摆佫有2个警员卡到博缴罪互躯体，这是互彰化县的警方真无面子。佮欺负咱彰化人，你嘛拜托的你。我实在走投无，我愿意面对一切。2016年，张姓男子假冒富商诈骗女子，被警方抓到。画面正面对无碍，就是当时逮捕嫌犯的庄姓孙祖。想袂到，伊嘛被检举，旧日侦办六合彩博缴弊案的时阵，伊嘛牵涉在内，被分林县检调躯体到案。那持续在侦办这个牵赌案后续的赌客。结果庄姓孙祖到案了后，佫加出丰原分局另外一名王姓警员，分林检调深夜，甲伊带到地检署侦讯。2名警员毋是同单位，为什么同时阵涉入博缴案？2位同仁都曾经在丰原分局改制前20分局的警备队服务过。那如果确定有涉及不法的确切的事证，我们会立即报请警察局来严惩。今年6月，彰化河美分局包括2名警员违法投资利用伊被收押，长官连带受处分，造成河美分局甲彰化县警局人事大地动。想袂到代志经过1个月尾，又佫爆发到丰原分局警员涉及六合彩弊案。虽然专案也在侦办中，但是连续发生警员涉贪事件，互彰化县警局真无面子。